3、2。大家好，我是傅宏奇，欢迎收看8月26日星期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对媒体采访、新闻节目及记者、主播。有兴趣的台南学子一起到中嘉宽屏双子星办公大楼体验2天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的学员认识媒体、亲近媒体。感谢您的收看。8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郭宏生，我是蔡梦辰，我们再会。学员展现自信，骑上主播台报新闻，看起来敢若足轻松，但其实这是经过2天密集训练所呈现出来的成果。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分为各小组甲各高中组，分别伫8月11到12，以及8月25到262个提出举办。为参加学员安排元宇宙虚拟偶像制作、微距摄影、新闻采访、口语表达、主播议题等课程。播新闻它会有问题，是因为会紧张，对不对？其实你之前在播报的时候会不会紧张？新世代主播夏令营课程规划丰富多元，不仅安排新闻幕前幕后体验，并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黄琼怡老师以及巨汉商业念一社郭聪南2位名师来授课，各种精彩趣味课程也让每一位学员拢收获满满。这2天的课程就是让我很惊艳，从一开始的元宇宙到今天的主播体验，都让我获益良多。像是今天的主播的这个体验，可以让我对主播这个行业更加的了解。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的，然后就是这2天就觉得很充实。对哪一个课程印象最深刻，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那个用手电筒画画那个。他用光画画很神奇，然后画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要有技术才画得比较好看。访问主播的那个当主播的过程或历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假消息的那个课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现在网络资讯越来越发达，然后现在不管是新闻还是 LINE 都有传一些讯息，可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就去相信了这些讯息，但是还是要去查证。除了学习媒体制作技能，主办单位嘛，伫课程中加入媒体识读的部分，让学员明白伫接收媒体资讯时，应该保有自我判断，莫胡被转发、多方纠正，莫被错误消息牵着鼻子走。这张图，那真的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不然就像这只小象一样，人家把你牵去哪里，你就走去哪里。经过2天主播夏令营课程，学员学习到各式各样媒体相关知识。主办单位嘛特别颁发给每一位学员寄押证书以及纪念品。办法再推新变化，那可以让要来参加的人可以再学的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课程。最后就祝大家下个礼拜开学，学业成功，身体健康。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每档拢会举办主播夏令营活动，而且每一届拢会规划不同的课程，趣味佮实用的课程受到学员欢迎，甚至有兄弟档、姐妹档做伙报名。为学员更是连续3档参加。陈建春欢迎对着新闻媒体课程有兴趣的青年朋友，明年爱会记得来报名。新时代主播夏令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